西南一定要睇一間900尺2房2廁，呢個位置就係聖心美副將最 hit 嘅順裕蓮峰。西南意味住佢就可以望到2個景觀嘅，我哋可以見到噶啦，葡京同觀光塔，甚至望到你個女添，聖心啊！咁我哋望翻成個廳先，呢個位置係飯廳，非常之分明，獨立式嘅廚房就喺呢邊，我哋望一望。呢個 U 型廚房係非常之大，房間亦都唔同你嘥任何走廊位，然後分兩邊，呢邊主人房，呢邊小朋友房，2間房都係咁大，3面落床，書台做晒，中意拿 BoBo 可以揀呢一間。咁望翻呢個景觀，亦都係美副將大馬路，西南方係 mark 低佢900尺。咁呢邊就主人房啦，有套間嘅，可以望一望。同樣有窗，3面落床。哇！啲櫃真係特別多，櫃位絕對充足嘅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西南向900尺2房2廁 B 單位順裕蓮峰，喺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